在赴堂压身，当兵龙向三杯压月落往十里，结果同你们两相随里，苏州夫妻共同人也帮比例好，大人今朝生两桩事体，办两日公事西门来啊，受云量其中七德生经济啥但君于受云量其中七德生经济红七德生七德娘来了，七德生听听棺材也上躺着，心里有什么办两件事体都人要生着，干嘛阿姐呢真阿不急来这个多的人为什么非要看看你这个云云两色，但是个独立奇怪真的有点傻地方我们不觉得来个问那身份这个人热浪天津叫云量中毒，所以定定心心不打正业正门种种百名好事大胆理下大人在上小官齐德生叩见大人齐德生才起来是谢老大人，因为你有功名了还不能举叫你来起来齐德生原谅其中几神了3年还不到二乃是奉旨原谅奉旨原谅这是与公事在身预料公事应当行责你们两者不应该定在云红居中来日水落要大民族不能通应铭记守着龙骨风调两手水水浮死生飞是什么双为了两人分明是欺诈民财而可积水非老大人恕我们两船欺诈民财欺压百姓老大人没有的事啊人家胡说八道我们随手都是客客气气对待人家的嘛那么广收门徒你什么广收门徒广收老大人您误会了不是什么门徒苏州人喜欢打打拳我呢会那么几招大家都喜欢来跟我学我收的不是门徒乃是拳徒但拿着个人来给随请一声控告什么有人告我们大人哪一个告的把这个原告拉出来让我见这么一见呢好来待守候追思上当让君待守候追思上当红衣参后背里的他的脑子北往门刚一开不到里下上一下最要死啊我家最要死啊最要死啊我叫你啊那哈上档次上档次最要死心里想有什么把两这个事体也顺着看我妈妈还出气的这对讲那哈该当是支付俺们该是15档的不是支付是南京超广东人黑人来春裤要弄弄清爽啊有什么的到底文林心来黑啊对立妈妈一本3正经超广东人我来在认得个真那还是我努力从南京也在手机给学得住啊对吧手机是对门经一门经当然红来主家几多年这也是过来的不主带的了老人啦的呀守护这也是几多人可得在守护最是哪里人士姑苏乡我龙人啊今年几岁了大概30岁终身里你同你那有什么关喂那清扫地那哪个三人同你晓得个你那
俺到了上面也些肉啊，也是我当兵了想用不着便宜的喂。哎，跟我关系是他医生是法官子了。最好最是你龙宫凤娇，两柔水水，怎样的将宝是拍叱咤于你，在奔波堂堂的这股大队的江上来啊，大人啊，两周帮七周八星，虚讲是该。我自家是女婿呀。哎，大人啊，你听孩子啊，讲喏。搿日子大们，你见过叶子先生送礼精神，那么呢，带子封建绑着两手包袱领着哇。你都哪个做杆子，哪你这先生归来，还有一个头过去神心打理到两手。随着俺一来，副队长，手里的手被你上袜子，手唱进士，晒他的米200袋，也归着你白的是。你蓝相公这里都并离了。你都不讲道理个呀！一根里的弄几个蓝相公，到得我们里去的还罗里些。举西后头望的是，不顾向后一点心，不信与有好去。大娘那写的两手帮，他只有个是同乡，可只有当初是帮里头个了，实在是不讲道理，凶是凶的嘞。我的蓝相公也是当也是罚也是训啊，你蓝相公气的嘞，眼睛气黑，你都气聋。我查里不里都气啥头呀？临时前头们拿点鲜肉送给我，你说这阿是啊，这点肉送不子难吧？难受。爷爷是做先生一混口饭吃吧。大娘这个事情我就不讲着。我对讲是1-2年了。我这些鲜肉订了南京这点小帮里。过来一来一些质不两高的。质不双双也得送进去。讲刚才我这位事体才晓得哩，当面上想对儿问这个教授的叫什么名字？对你妈妈高吃高眼介绍名就是哪位？大娘这个来看你们这还姓宋叫宋龙呀？你过去对手主人叫宋龙，而今教授的也叫宋龙，是宋龙好几多啊！哎呀，宋龙说你风水呀！来想啥个不是来当我风水了说你了，讲下去。讲下去嘛，还是这个你来问。手指红结再不黑，两帮上是不狠，还有一个你的凶是谁的凶高？不是那一来信，20你把里头两手这样，归着你也白呀。还有侬这个来看你一不凶不没得是来王八的上，来王八的东。少说几句，当面上想用不着磨三门的个。都说不是我磨死，你都来让自家磨。那用不着活出来的个呀。我上帝也晓得。讲下去。大人啊，搿桩事体么天生来吃，
我不还说的呢。两手帮非得是路浪向牵着百姓，你到路浪向还是干开，做对为非是与分，封建里的粮食谁？数量百姓不给人，这谁配后谁吃得生？谁是吃得生不是么子？大娘，我里白的兄弟，杀一个对垒的最冲真。喂，杀他子头拿冲军发子呢？越去我里白的兄弟呀！给我手里都给。我最是一让宋江，可是句句真题。句句才是真爱话，不句还是。是若皇宫也。随便都拿背下子。切得胜，受周氏讲了，你可曾听见？不比个切得胜是中国气得才了浪子，这个角色对比实力见过啊！不人家看见你两手帮真的才好破的，至于你呢，脑子狗加上农业事体才讲出来，哼，没狠。等到事体结束再来欣赏呢，不相信喏。那现在等人家没说法。这个大人，大人，受周氏讲了，你口语什么枪毙？大人，传呼周氏不是好人呐，大人不要相信。况且他现在一面之词，不作为凭啊，还有什么证据呢？不作为凭。你要证据？是啊。好，用后带头一看，小的不敢。失而复遂，只管带头。对旁带坐，带上头一看，皮肤没黑，就国杀出一，哎呀，这个哪才搞到人呢？这么最要是手上来靠人玩，你谁是自家玩？对你兄弟嘞，王郎，努力打进俺们。哎呀，那我接着玩，我归家里拿证据，你自家亲身经历嘛？还有啥证据啦？我接着，中国西的哥来那个在。大人饶命啊！小的该死啊！将原谅其中此子，哪个差人追过来，在地上向将军，气得当当头里欧花大放。多人为着收罪府过来，对你石岗都来去招备。那么讲的少年，多人对你说。现在切得胜这神人一张欺诈名单，但是我晓得你个残影不止这个一张，我不功夫门了，我只有一夜天辰光，明朝的就要动身到松江去抢收海棠，乃当封叫一打张铁高士，杀人吃过两手帮口头，睡过两手帮个气，统统可以来告上。等到明州的个苏州府路高士封叫一打贴出去个老百姓开心啊！本来吃着口头不够香，口气里多哈个。现在看上的超高度你当你生育，那是上子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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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个讲10批子刚过来，不记一天70张案子，非得欺压百姓，靠住勒索，而且为人民案子。口子讲被人家动的怒不出，我在强嘎嘎马上努力神喷说帮喉咙一痛，往成湖里一多人，这个名堂叫中红虎，血渣来来。收罪府一哭上子嘛不得了，12多案子啊！上子一句贵州西湖的个人好少送到松江去，把那海拉头人亲自过目，这些辰光海人已经了松江。头顶拆开来一看，嘛血污累累，上方报警，力在不说。那么公下来，我切得声杀他4岁，长了封家碉堡下头，再张贴高士，所有的两手，不正定了封家事务里向，离开封家镇10里定怕原谅账面，倘有欺诈名人，你人不对。那是个被两手帮13啊，
统统全部爆掉。离开封建中实力顶派，云梁张鲁4岁再不够上回来欺负老百姓，封建一打踏踏平平啊！这个原来的是努力一一别过。守候就是大人啊，手高所日，自该上银20两。代理妈妈这个2两银子呢，还弄错啊！除脱上帝之外，我南京到苏州的手地的饭店，统统全部包括了里向，不能讲，而可明白非语。大人啊，2两银子这多啊！开头辰光这刚好一个启动地瓜，这都大人我晓得在，是手地饭店酒店，还不让他瓜子谁了该是吧？哎呦，那个手让你害我手里这么啥个手地的饭店酒店搞不清爽，小子大人小子大人在，回去做我的生意去吧。这要是真的靠我，顶靠我们先生来东家松龙啊！这桩事体我当你摊上一个说法，自讲还出自一口勇气。娘子要是呢，我这2两银子，干干净净回出去做一个来分哦。第一张子结束后就一就送到里向10块。那么多人要问第2桩事体，就是王继章这张案子。来，受洪熙生得经济大人君与受洪熙生得经济红参与到外头，哦哟，生的都认识啊！知道，来了。这生的到底看见大人还有点什么感？走进过来。大人在上，孙德见老大人。侯熙生的在起来。是谢老大人。侯熙几人了？2人了。我问你，王继章一爱，既在其谋在海明，可是儿的女生。这个我是这个原审官。王建章有凶器而无赃证，怎能定审死罪？这个老大人您有所不知，这个王建章不是好人，这个他买通香菱来作为证，他这个凶器被毁啊，他也承认。这个纸上画道啊，这个就是凭着。怪喜实聪明，纸上画道竟能定人死罪。在奔波堂堂里，何不送这个江上来？是若拱手有望，自抽神罪，一口水清一等。是。生得像那么该高在，李老门我里向还有冤枉，我哪说？不记得是伊了，总归讲不个了。黑子，大人。此事没有冤枉，如果饶大人不信，只管轻审啊。好，西安到底等些他的送首长，再攻一把。是了。来，待死罪王继章，今起上人君女待王继章进击。操你奔到我的北望手去的门刚一开，王继章啊，上去接动你啊！王继章现在自家正在出头去捏单子，因为让该来里向金杯头大里生，被自家刚子一要天的人呢，原来就是才刚当人，现在得地赴当押审，现在害自家，知道，所以也经答应一声。来了！王继章对门高进，一门进当红。王继章举武器啊！是，大人在上，虽然
王继长，叩见大人。宋营举带队，一岁不该带队，失而复岁，只管带队。是，呼咻。姥姥家里带你们预先的队冲得彻底，娘奶看看清爽。王先生啊，你笃定啊，我算是该来里向跟你讲，哎呀天冤枉把周数来了，今朝么诚心的你反恶，你当面浪向笃定叫冤枉。那么姥姥说啥也是不离看看清爽。因为他人家不口清爽，想到当面浪向姑姑相互教子冤枉，肯定也上瘾，吃皮肉痛苦。王希望总归是在太后难犯，我不叫冤枉，那么把落落。所以搿只头冲得彻底，让人看看清爽。今朝老弟这个生意啊，做得特别凄然辣海。王记长，今年几岁了？55里。做何生理？开始落人迷啊，倒是上等的生涯，应该耳闻数日，这才是道理。天台在生人横水，四百为本，打开方便之门，少得斗身较量一入，遇到200两文银，在你家中待过，而不该接人气，谋在开明，抛尸人物，欢喜灭迹，在知悉当然已经招人开工，今日在奔波当为不与我送死的招上而来。哎呀呀，大人，此事实乃有大代事人在知悉当然公招不为，此人挖到听人思维而已神人，今日在奔波当的竟该高教于王，莫非我国反公不仁？请听大人并非小人奉公反公，此事实乃有王之因，我在军械当上交得你是有王。这戏里比把马人将我谁的死去我来，我谁言不去，只得无奈招公。分明枪毙一派狐疑，是什么在机器当交得一声有王，知悉不能青红皂白，将一把马人随着死去回来，而乃是无奈招公出大神招，死罪你回头不开，两旁邻居层层叠叠，一直叫奔波当将而一家旁，看你招与不招，公与不公。请替大人，今日令我不可云能接替者，此之今日我非约也句，恳求大人允正，待我将我的事情随后经过在江之母一笔，我须死也须明我的脸。分眼子看清上张面孔，这位脑筋啊是口角欲望。哎呀，这么大人啊，你神心大力反我们啥天是讲中凶教你，只要为你得一好，啥个上这个东西是讲结棍噶，可是看上去总归反不了后在我不叫欲望，那么你好了。当面浪向呀，对呀是讲呀。那不是该来里向，等你两家头嘛面对面如何，初时担心王先生啊，你有啥欲望，你讲给我听，我等你想办法。当面浪向分这个，倘若还是这个，王先生，今朝我等你反恶啊，你等你加油啊，我等你省油啊。当面浪向。知府只有300牙有6王书的差人，发消息，才看好了给。你都别想啊！才看到你对外人实干客气啊，外人不有还要教育我，那你水我的吃饭是，可是苦啥子哇，还是不来？搿来叫姑娘们讲，做不大家看看的。现在一看嘛分眼，
王继长，是，要进牙关，高教无望，两来牛生故，不行不是草菅人命，一力口之。上天有好生之德，本不当各位开恩，用而将金钩成银，再将一笔，实若欲望，本不当与你朝夕有情，实若佛狗反攻，莫怪本不当应发否认。列清上方，将而在世，与我招上而来。是，东西大人，真个危险呀！他子不晓得你想受为离去，现在不肯儿子，俺在正等等反攻的是我们，也死定了这玩，那不也真个子？青天大人用兵啊！随人开始米高家。在为之救你，自让我的逼迫着。将可是真义，不该皇室。将他带过一把啊！我王继长大大开了，斗你一声吩咐，来带我吧，任我府上打，本君欲带任我府上胡意。朝廷要经过来到边防里。用得五步2个字，可是不客气的。郎官，上档次，哎，上档次。哎呀，还是副讨要审问啊？副讨要，蔡广东人审问。啥的？一听上我早是金融流进蔡广东人害人，为自己越弄越懂着吧？蔡广东人审问。是吧？我话龙不动。谁是不可转给？等那长门外头开摆小小队伍的将本距离，啥个名堂农夫做得来？为要超高的你亲自审问嘛，龙福亲上之外，那个孙之外，玉米之外，超高亲自审问的为哪呢？你只要等我尸体，总归龙福亲上的。就把这玩意我别动。长门一大个人，啥人不晓得我是好人了哦？做得来是大家在那出面里了可。谁让个士官，不你不晓得哇？你还是不能再喊啊！别多说，我走吧。这样，跟着差人到当面来，让我出枪。3肉分3多3个，但是一根米条哇，
通进了梦中当米朗想一刀这个抖音了上头啊小人狼佛激动人可对在不来走送进去走朝廷要进过来努力对经理个理念送一送他们擦啦一动哎这样一看啊车光的你到底是好过了清过到大米上向理念马上送到对经理向一轻松的嘞车光两句一轻松了两轻松了人无否哪里人是小人送主人啊今天几岁了30岁做何生理人啊后分啊开背小小的无敌用儿带起头来这个小人不顾带头小儿带头这古代对是啊然后一听抖音给他声音好像熟悉的嘞你都想刮进刮去刮上去个见过带头给他要口口带起头来一口一好呀做什么就在老乡买一个东西头将个八夫妇来了哇哎呦你想有车工时尚采访那么控制哦东人啊那么我明白这本来我龙福清爽现在晓得这农我做得来应该才有应得还是回来回去为这车龙像一个东西对我讲靠他少子了操你你听我喂狼夫啊当米老乡刚才我当心得说个对象他杀了他太多了感这你噻巨狼么是俺讲要操你心里想还让这个女的呀哦收了个半笼子半日才刚多人的狼夫就有是对象看的特色你要用不着怪哎呦才刚是俺的身高哎那跑的特写着哎呀东人啊对我这样说吧因为我也不晓得你是超光东人我晓得的超光东人一国里也用不着怪送有我只对我这样送到的油墨龙香让你肚肚就讲一讲着我还是呢那么呢张子娘什么因为我是晓得高几部形象模呀心情不好你手指人拍的叫说那个气眼眼的呀那么大人不做小人之功再想到你能够长寿亲爱东人鸟叔之宝东人带你看看你在外讲了啊我为自己的东西对不起我来错得来我吃白这是俺空法子啊区区小事一生过去怎能随你我不是为个桩事情啊不是为个桩事情嘛为啥个事情呢你们夫妻两人多把经常欺压手量空有几时什么的你夫妻两个的啥个多把经常欺压手量啥人了还是讲好呀东人啊你们开办队伍的将本就理解上夫妻王良夫妻师长周瑜相邻咔咔叽叽吼吼默默啥地方欺压手量你东人啊小人是有望高东人带你看看那得拉得高人来一点点是这样的小日记娘奶拉门内都是鸡好桩桩句句都是人家皇高威中双奔波堂不来问你小子东人我去问你你与王继章什么冤罪别啥不大我都听下去小日经常的拉得滚滚的里呀父母都是王继章杀个内功王继章这桩事基本就是杀他老上的事情这桩事情出帮还有起码杀落到哎呦东人啊
那个王机长是罗里个王机长，开始罗人看破定住。哦，你要来被王机长，我晓得个好哟。你想问你们开米养三开给都来呗？我们三队伍第一开给我3本经营呀。你们靠去，我这里遇上哪个你对付上过？哼！杀死少教红上，抛尸手坏事灭迹，凶手是什么人？哎呀，大人啊，奶个哈少，搿上几天办不几个，兄弟们大家才晓得是王机长我哪弄到我队上来。哎呀，大人啊，搿个事情不能哈些个。为啥子社交舞上我大家才晓得就这位米阳老板王机长喂，哪弄到我队上？大人啊，搿个事情太办不起个。为什么同一人？将本距离送来时，那个人没在发凶人。定期司机这位女人欺凌啊欺凌啊，那欺凌当然我可以公认。是两生大人啊，这个事情太办不起啊，我是冤枉该以为要啦。大人想不把你的苦头吃来不肯招人归招大隐私，那么要并非有虐哦喂，